大家好，我是黄永新。其实一开始是比较属于开心、活泼、搞笑一点的。虽然无亲情温暖，敢是我愿意。那到后来，个性有了一些慢慢的转变，变得，直到现在都就是变得比较沉稳一点这样。绝对袂让你安尼破坏我的名声。是不是属实哦？你家己心内知知。戏份可能慢慢走到我这边，然后比较吃重。你的心啊，这样凄惨，这样可怜啊！为什么安尼气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拢是你，拢是你害！我今仔日一定要爱你赔命！我很喜欢看香港一些，就是像一些警察跟一些黑社会的电影。那其实不外乎是他的故事题材很好之外，还有他一些里面的一些所有演员他们的演技跟演法。那我比较想演的，可能现在演黑道演比较久，现在想演个警察。我觉得只要有努力、有上进，其实不用怕被定型。对，像香港很多很有名的一些艺人，像张家辉，我觉得最重要还是离不开努力这2个字。别忘了收看《天下女人心》，每逢周1至周5晚上8点，只在家乐。